对你不了。讲来是讲你讲这道理，你这讲这道理，你拢无研究，我保证，伊马上就出。你讲啊，这我想要着你无落一个，结果互你甲讲一句，我就过人家，安尼就如何不懂？啊，你有安怎？你有达到如如不动？我的思想没有空了。今日如果你若讲这条了，我来讲10个，你不生气，如如不动。我来讲你讲了1摆，你嘛不动念，如如不动。尽管讲是真正如如不动的，连身心动都无拢无。但是这个物件应该是，你家己有咧身心无身心？我在想讲，我俩，他说陈先生，迄300年代志。咱无通过恁遐，咱无通过迄个大人的时阵，那比如说呢，一定我会上过，我对林先生的讲的经过，我讲呢，后来像确实细汉了，我一时我讲听，我年轻个人讲听讲了，后来去探讨，伊都问讲是讲探讨讲，你考过真心。讲安那有作数，讲了这句话了倒，将近30年拢无错。这句话就倒后，你讲生啊，咱好对吧？咱好好理出。所以咱人的心念要去用，因太太，因太太甲讲真心话，因太太把真心话甲讲好，安这句话30年无错。你看。伊是讲出话，就像我讲了出话，希望阮太太你讲，讲我听错天，讲出话，伊是讲了太太好，但是结果当中讲是错的。所以真作者就亲，就是讲道理了好了，包括我嘛是，然后好了我讲，啊那还想我嘛是无啥事，但是偏偏达到说为人演说，啊来呢，不做一项，啊来呢，咱来想看啊，这个真正功夫，修到这个真正功夫，这个甲你用无你无讲你嘛你会讲，出话尔无你讲你讲啦，啊你讲嘛不靠边往后嘞，是这个能造出来。让我达到很谦虚的那个提议，啊好啊，第15天，咱我讲安尼我真正虚虚受教，那安尼你这个人真正对。所以今日拢说讲学了了，毋是袂看重。虽然挂念摸年、摸万、摸七的时候，咱为了领受。讲了，你讲道理讲这个物件，啊哪我唔变讲，安尼这听得出来，这听得出来。所以今日咱来了解，以及体了包容性。受死不受，桂林不受，金刚经虽然是我们无有生气了啊，我们无有生气啊，生前清心，虽然该摸依离处，但是我们照常照着金刚经的道理来修到高深的微妙，一旦豁然贯通，那我们就开悟了。要怎么学呢？你天天受死不受，为人演说金刚经。天天不要起心动念，如如不动，不注意想，你天天的去吃这个反复的，这个好习惯，好习惯呐。等你当你不给人为人演说，你不取向，你如如不动，你讲那个感悟，因为不点啊，不点不是在不给老师来等他讲，我为老师呢，我为数学老师呢，我英文老师呢，我给读书呢，你写书呢，你起码你现在咧教，迄年代咧教，你报他讲，恁安尼个，咱家己家己要有信心，咱家己要取向，咱无等到如如不动呢，咱为人演说，咱来到找人呢，我就会记起，苗啊，苗人家。其实，伊两个小以前以前30年前，你哪会去干？
春龙先生，无有一个迄个叫有一个大陆倒来的一个博士。你敢若这个姓，这张啊，较早看到张天后边小弟啦。啊，当时是在岛从走地，在岛内那走地的时阵啊，迄个个不离啊。在日本那个走地，就我大陆比较前你会记袂？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叫讲要往啊，伊为做因祖囝对对不对？你会记啊吼，即个大家你去采外嘛？哦，你去拢甲问人讲，迄是一个日本当听历代的教授，点样甲我讲？去到半路搭咧甲我讲，是讲惊着我老家。你怎么可能真对你啊？真对。是啊。计较计20公钱。超过20公钱。超过20公钱，啊，你就打讲，毋知较早一块的时阵了讲，你讲好看，你是啊，日本当天历代历代大家教做教授嘛，啊，伊阵讲，你了到两岸开发不大造的无伊袂当得，因为算是本来多嘛，迄阵我出来查，啊，伊迄个报是大家有报，迄桩传太。所以，其实咱另外呢，讲实了，啊，无变到来啊，因为土皮啊，无做经理啊，无变啊，啊，再咱要来，人结婚，我就想讲吼，若小朋友放一些，他对会，我会算啦，基本都很在个，都很多个在个，伊上班一个啦，上班运动安逸一点。你会记袂？上班时间怎么样？迄个叫做数啊，为天下又为天乐而乐啦。哦，先天下之忧忧，后天下之忧忧。啊，哎呀，万众人迷。啊，是就是啊，但是伊迄个因咧说，大家说下面，说他下面，啊，伊写发明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想咧，就是。虽然拢在行做前面条，伊虽然是当听历代教授，但是伊开始看伊个伊有当这个，这个咱在讲，啊，咱说都行得大咧，啊，所以伊就讲要叫咱讲伊个专业去听，这咱就真正行得大，因为伊个我物件讲起落来讲辛苦啦，大家更差，安尼，啊，但是伊这部分，这个落来时阵啊，中国国学文化伊就不去给参加这个物件，虽然迄个本来吼，给我在做酸啊吼，结果愈讲到在干嘛？所以我来讲这物件，因为其实天道殊胜，是你因为这个物件是咱老母娘了在做。